来看高雄有夜市啊，甲店家哦，最近收到100块跟1000块的假钱，警方抓到一个48岁姓郭的查甫人，到案嘛查到印表机，佮有采纸这个假死，这个嫌犯会罚判3档以上10档以下有期徒刑。查甫人到高雄的青年夜市上门买点心，员工收500块，按过营业结束了后，愈看愈唔着当，钱无铺水线，安全线也是围起的，赚的辛苦钱原来是假，赶紧报警处理。你现在是因为伪造 OB 案件，假公开支票，我就判你拘提，了不了解？乖。警方接到报案，顺线追查，2天了就锁定48岁无头路的姓郭的查甫人，佮伫伊睡厝的所在查到假钱、地表机、画线用的银色指甲油、甲裁刷机这证物。2个月过，伊用假钱伫夜市甲店头消费。科嫌自行揣摩制造伪钞的方式，利用彩色印表机正反面列印，再用指甲油画防伪标线，并持假钞在夜市消费变现。那全案以违反刑法伪造货币等罪嫌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探店头无行用假钱买物件，按过详细一看，其实真钱甲假钱除了纸质卡包、银色红假线也是真粗，包含凤山林仔寮甲青年夜市拢有店头受害。警方爱阁进一步调查，是毋是拢甲姓郭的嫌犯有关系？目前估算到日市面的假钱差不多有30多张。警方呼吁，若用假钱买物件，应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呼吁民众唔通因为一时的贪念，小贪得去两家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